個點對點嘅 app， 啱晒旅行 Wheels 同樂用。第一個 app 係呢個，我會打喺 description。首先撳 create video， 揀選你想去邊度出發，例如香港。之後打你想去邊度，打完之後撳右上角 export， 揀你要嘅 size，export 就搞掂啦。之後就係第二個點對點路線，就係用 Google Earth Studio。同樣地，我會打網址喺 description， 如果有需要就自己 copy 啦。跟住揀選 Quick Start， 佢有好多 template 可以玩，但今日我哋就會揀選 Point to Point， 撳 Start， 打你想開始嘅地點，甚至打你屋企地址嗰棟大廈都可以。之後同樣打去邊度，揀選翻幾多秒飛到過去。之後好多 setting 你可以自己揀選。如果整完之後撳右上角 Render， 揀你要嘅 size， 撳 Submit， 等大約1-2分鐘就搞掂啦。